斷殺敵就可以登上權力寶座。但係要成功坐穩第一把交椅，鞏固建立咗嘅江湖地位，就需要持久嘅實力。選擇合適嘅槍可能係關鍵。唔同性格嘅人都會選擇唔同嘅槍，久而久之，槍械亦建立起個別嘅形象。電影中最常出現嘅雷明登散彈槍同衝鋒槍就係好好嘅例子。佢哋喺唔同嘅射擊距離上各領風騷，而由於一直以嚟為兩種性質對立嘅人物沿用，所以漸漸樹立咗正邪武器嘅分界線。散彈槍俾人粗壯結實嘅感覺，巨大嘅槍管發放巨大攻擊力，其中一大特色係可以因應戰鬥需要而選用唔同嘅彈藥配備，達到指定嘅侵略效果。散彈槍係屬於近距離大面積、角度大而殺傷力低嘅壓制武器，喺近距離作戰能夠有效癱瘓敵人，又唔至於殺死對方，一向為警察專用，甚至護衛員亦都使用。散彈槍、衝鋒槍喺長短距戰鬥中各有優勢。MP5 衝鋒槍特點係出彈快，角度雖然較少，但係射程遠，殺傷力比手槍高出好多。進行快速掃射，能夠有效壓止眾多嘅敵人。距離遠戰鬥，衝鋒槍明顯佔優，射程大都喺50至100米，每分鐘大約可以連續射出900發以上。衝鋒槍唯一缺點係隨住甲內子彈不斷消耗嘅時候，槍身重心會因重量下降而前移，影響瞄準嘅精確性。綠彈係戰鬥用散彈槍嘅首選用彈。綠彈被擊發後，圓珠群嘅散布面直徑會以每米射程增加2至5米嘅速率擴散開去，破壞各個內臟。而衝鋒槍由於子彈速度極快，迅即令人體同時增添更多出血創口，所以殺傷力亦非比尋常。唔同嘅槍械有唔同嘅破壞力。而唔同職業性格嘅人，亦都會選用合適自己嘅槍械。所以槍械除咗權力化外，亦都開始形象化。美國早期黑幫中意用被稱為芝加哥小提琴嘅湯姆森衝鋒槍，佢哋將衝鋒槍收藏喺小提琴盒中而得名。而執法人員同嗰啲被欺壓嘅人，一般都會攞出雷明登散彈槍嚟自衛。而喺部分人心目中，衝鋒槍就代表咗邪惡。散彈槍係低殺傷力武器，就代表咗正義，所以久而久之，槍械史上兩者間嘅正邪形象就建立起嚟。不過武器又好，人物亦都好，正邪對立嘅觀念亦都會因時代而改變。MP5 係一種專為特警隊伍而設計嘅攻擊型衝鋒槍。特警嘅專業正義形象令人對衝鋒槍改觀。MP5 係以 G3 突擊步槍作基本改良而成嘅衝鋒槍，除咗能夠以自動射擊之外，亦都提供咗3發點放同埋單發射擊等射擊模式。由於 MP5 喺射擊嘅時候槍機係封閉嘅，加上係以手槍子彈進行射擊，所以準程度高得可怕。突擊時可以準確地命中犯人，而唔會誤中無辜。所以成為各國反恐怖警察喺進行突擊攻堅時嘅首選。持槍者往往會直接感覺到手上武器係正係邪，所以槍械無論喺實用價值或者電影文化上，都係人類嘅心理投射。喋血雙雄嘅情節上，亦好恰當咁滿足咗觀眾嘅需要。狙擊係長情暗殺，需要高度冷靜同準繩嘅結合。狙擊手由於有埋伏同行刺作為神秘嘅面紗，
所以一直深深吸引住電影觀眾。德拉克洛夫型狙擊槍，略稱為 SVD， 特色有好多。外觀上，細長型嘅槍管以及中央大幅削空嘅史克爾頓型槍托係特徵之一。喺傳動機制方面，係採用瓦斯壓力嘅方式，將射擊瓦斯從槍管中央嘅深孔導入槍管上方嘅瓦斯氣缸內，利用瓦斯嘅氣壓嚟推動活塞。而活塞嘅移動可以經連杆傳達到槍機連動座，以便能夠完成槍機嘅開放。至於槍機嘅閉鎖，係採用旋轉式槍機閉鎖，喺槍機左右兩側各有一個好大嘅閉鎖特耳。另外，負責子彈擊發工作嘅擊錘係採用內藏喺槍機容納部內嘅設計。SVD 嘅彈夾係可拆卸式，而入邊可以裝填18 7.62mm 乘54R 子彈。完美嘅狙擊行為，首要講求係完成任務之後，狙擊手可以全身而退。所以充足嘅前期部署係唔能夠缺少。首先，狙擊手會詳細掌握狙擊行動嘅周邊環境，小心揀定隱藏點。通常會揀隱蔽而對自己身體有充足掩護嘅環境。天台有天空嘅襯托，會突顯狙擊手所在。而喺望出街嘅時候尤其顯眼，所以唔係首選。空置嘅建築物內部係非常好嘅選擇，而緊急撤退安排非常重要。狙擊手喺必要嘅時候會揀可以有多種非常規逃走路線嘅藏身之所。多槍嘅地方要小心，敵人還火嘅時候自己容易受傷。玻璃上只要出現足夠瞄準同彈道通過嘅面積缺口就可以。由於好多時候需要長期監視，所以一張凳都係確保狙擊質素嘅輔助工具。選定隱藏點之後，狙擊手會先安裝切割炸藥，以備炸場逃走。監察期間，狙擊手會不斷調息自己呼吸，盡量令呼吸均勻緩慢，以減低心跳速率。例如作深呼吸、延長吸氣同呼氣嘅摒氣間斷，因為呢啲細微變化都足以影響射擊嘅精確度。當槍指向目標嘅時候，手腕、踭同肩嘅關節都要牢固，而要百發百中，不二法門係揾一個可靠射擊承托點。冇槍托嘅長槍幾乎冇可能遠距離命中目標。承托點可以減低射擊抖動，消除因呼吸而引起嘅頻率移動。一般嘅狙擊槍射程都超過1000米。SVD 配備咗 PSO 1型4倍率嘅瞄準鏡，內有刻度。射距前置各分位，着彈瞄準點弧線，呢啲都有輔助瞄準唔同距離同風偏修正嘅作用，令子彈着點時同移動中嘅目標同時抵達。專業嘅狙擊手通常會連續密集開2至3槍，確定命中目標之餘，又唔會暴露自己方向。喋血雙雄中嘅3槍只聽到一響就係最高境界。